今日我哋嚟睇一個商業城樓上嘅物業。呢個物業咧分為3個板塊嚟做嚇。呢邊係已經成熟咗嘅海龍城商圈。咁1樓嘅各大品牌，我哋嘅星巴克、華為、Air、ID 啊，各大一線品牌全部喺晒1樓。咁2樓咧主要係做女性經濟嘅，咁買衫扮靚靚啦、兒童遊樂區啦，同埋美甲啦，全部都喺晒2樓。3樓咧基本上就係以餐飲為主啦，全部成層全部都係做餐飲嘅。咁4樓咧重點推介啊！4樓呢邊嘅話咧有一個200蚊嘅套餐，4個人可以食到飽飽滯滯海鮮餐喎，非常之推薦你過嚟呢邊試一試嚇。咁我哋第2 part 咧就係我哋嘅呢一個不夜城。咁呢個不夜城咧好犀利嚇，夜市經濟10點之後非常之多人啊！我哋嘅自助烤肉啦、燒烤啦、酒吧一條街啦，我哋嘅麥當勞簡餐啦，全部有齊晒，唔使驚夜晚悶啦，落樓就有嘢食啊！咁我哋今日嘅主角呢，就係呢個海龍城，我哋商圈樓上嘅呢個物業，佢嘅戶型究竟點樣，好唔好用？我哋去一探究竟啦。36萬8就可以買到70方2房2衛嘅戶型啊！呢個戶型實用率非常之高嚇，買一層就送一層，視野咧都非常之好啊！咁呢邊嘅話咧，你可以攞嚟做生意又得，或者係攞嚟自己住又得。嗱，上面一間自己住，下面攞嚟做呢個靈活空間，攞嚟做生意或者出租俾人哋都 OK 嘅。咁呢邊嘅話咧，有開發商嘅呢個酒店式託管啦。一層咧就係1000蚊，2層咧就係2000蚊，相當於係18萬一間，2間加埋就36萬，係嘛？咁交通咧都非常之方便嘅，落樓5分鐘就可以坐到直通翻香港嘅洋洋巴士啊，去到福田口岸或者係深圳灣口岸嘅。隔離咧仲有一個高鐵站，可以直線去到香港西九龍嗰邊。OK， 咁對呢一個2層 loft 式嘅呢個公寓有興趣嘅 call 嚟過啦。